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野生珠。野生珠形成嘅過程係相當獨特同埋漫長嘅。淡水珍珠同埋海水珍珠都有野生珠，只係海水野生珠先至可以叫做 Kashi。野生珠呢個名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哋係無核，生長嘅過程係由天然嘅外在因素而成。首先係由異物，例如沙粒、寄生蟲或者其他小物件進入咗貝殼裏邊，為咗保護自己，貝殼會開始分泌一種叫珍珠層嘅物質。久而久之，呢個珍珠層會一層一層咁疊加，形成咗珍珠。呢個過程可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取決於環境、貝類、種類以及異物嘅大細。所以一般嚟講，野生珠嘅價錢會比同等嘅珍珠高。野生珠嘅顏色同埋光澤取決於貝類嘅種類同埋所在嘅環境以及珠層嘅厚度。由於每粒珍珠嘅形成過程係獨一無二嘅，導致野生珠嘅形狀、顏色、光澤上面都會有所不同，每一粒都非常珍貴。淡水嘅野生珠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分別有白色、粉紅、紫色、銀藍色都有，佢哋嘅光澤真係靚到癲啊！而海水嘅野生珠 Kashi 通常會有白色、銀色、金色等嘅顏色，價錢唔使一個講，你都知道海水一定會比淡水嘅野生珠貴啦。野生珠嘅形狀特別，可以做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款式，就算係同一個款，每一粒珍珠都係獨一無二，絕對唔會撞款。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有乜嘢問題就可以直接留言或者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